台湾话艺术水国好，国政解说两句啊，互你做参考。公视台语台新闻内底伫咧报讲，南投埔里一心社区咧复原台湾白鱼这款种，国政啊深深去体会讲，咱讲台湾啊做海洋的国家，鱼虾水质满满是。啊，若要了解民间咧称呼这鱼啊叫什么款的名号，咱真正着要来看歌册《李落车闹东海》。该文说哩，进前甲大家开讲甲讲，海玲珑三个查某囝，正是金色鲤鱼精，三个无共款的特色呢。过来，咱同齐来甲听看卖。大声讲，大囝才有21字，头洗双掌热刀味，心情注意白死死，日月双刀背两支。第二才有20岁，头洗屈脚插金花，留甲2抱头鬃尾，手拿3股托天车。第三查某囝才18，头鬃即马才学西，插甲2支提家尾，心情注意挂香皮。你甲看，三个海玲珑的查某囝拢是金色的鲤鱼精，大囝才有21字就是讲21岁啦。伊的形体头洗双掌热刀味，吼。过来，第二个查某囝讲才20岁尔，头洗屈脚插金花。啊，留甲2抱头鬃尾，手拿3股的托天车。过来第三个查某囝才18，头鬃即马才学西啦。每一个查某囝形象拢无共，实在真艺术，实在真深色。尤其第三个查某囝讲，心情注意挂香皮，啥做香皮？就是注意顶头。你若呢倒举起来，大声喝休咯，比试落去，迄三个呢啪啪叫，安尼叫做挂香皮。啊，当然。海玲珑三个查某囝拢是金色鲤鱼精，毋若安尼呢，佫派出龙王后边的3太子。海玲珑因这边，原来第3太子，原来要来甲落车车拼啦。来，咱同齐来甲听看卖。讲落车眼看3太子，看伊大典的功夫，囡仔真实毋惊事，靠伊金箍盖拄，落车金箍徛在在，春办要甲伊大台。着骂太子毋在歹，性命伫我掌架内。金箍坐上半空中，比山地着也较雄，缀着太子变形象，现出原形一尾亮。你甲看较早编歌册的人看外口写，毋若讲所有鱼虾水质改变拢变作人形，一直甲描写甲遮详细。尤其落车甲太子两个伫咧画阵，迄种刺激性，才互你听着会惊人。落车囡仔人毋惊，靠伊金箍要甲太子拄，毋若安尼，要甲太子大小台，伊阁骂太子毋在歹，性命伫我掌架内。即句是来艺术，啥做掌架内？就是掌架上界头前即节，敢若亲像木牌共款。你性命伫我的手中心就对啦。啊，金箍坐上半空中，比山地着也较雄，吼，缀着太子，人讲猪头皮怎无油？一个缀落尔，太子甲落车都无拄，拼一个书现出原形一尾亮。有影过去台湾的歌册咧描写讲，李落车甲太子两个对阵，这种的字句确实艺术。